彩怡680萬癲價成交，升呢九龍居屋王。最近新盤鬥平，最平實尺唔使9000蚊，二手市場當然受到好大嘅衝擊，但居屋市場嘅價卻令人看眼啊！翻睇土地註冊處嘅資料，竟見九龍居屋貴到私樓咁。新蒲崗居屋彩怡花園實尺591嘅高層 B 室單位，最近以680萬成交，實尺過萬蚊啊！彩怡花園亦成功晉身九龍居屋王，齊低大角咀富榮花園。富榮花園雖然排第2，但都係實尺過萬蚊。以成交價計，九龍5大最貴居屋排名如下：息口要加，供應會嚟，美金會升，最重要係個 risk factor，政府唔想佢升。你睇到地產商個供應亦都越嚟越多，作個即係一手市場嗰個 accumulate 嗰個 store 越嚟越多，跟住新供應就又嚟緊㗎啦。咁人哋你話到俾你聽，所有 factor 都話到俾你聽，其實大家呢家係最不宜去走去入市，而佢哋入咗市嘅話，咁人哋就亦都幫唔到佢。黃振宇批評政府幫人變害人，應該推出咗而家咧，搞到越掟越最高嗰陣時，你要幫佢哋咁啊，深陷毒癮嗰陣時仲話我幫下你啦，解下毒癮啊！你應該係令到佢俾啲美沙酮佢食，唔好食到咁，冇搞到繼續毒癮深陷咯。而家你幫嗰啲白居易嗰啲人上車，豈不是喺最需要你幫助佢戒癮嗰陣時，你仲係俾佢毒癮？雖然彩怡亦是但居屋王，但整體居屋熱潮亦退潮，部分業主開始減價賣屋。以九龍灣嘉豐台一個高層 D 室，實用面積482尺，原叫價350萬蚊，啱啱減到343萬易手啊！